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老崔。今日想講一個婦人揾錢嘅比喻。呢個比喻出自聖經路加福音15章8至10節。佢裏面講10個人仔裏邊跌咗一個，然後好盡力去揾，周圍揾到之後就翻嚟去慶祝嘅時間嘅。我成日都唔見嘢，每一次唔見嘢都要慶祝，你要慶祝好多次咯。都可能係㗎。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一定要揾翻為止呢？跌咗一個，同時間點解揾完仲要慶祝呢？問題就係有冇諗過點解唔見一個都咁重要呢？咁點解啊？其中一個理論就係當時嘅婦人原來會用銀幣嚟做一個裝飾，而甚至係佢嘅家傳之寶啦，或者係嫁妝嘅一部分。所以呢個10個裏邊唔見咗一個佢會咁緊張想盡快揾到。咁講咗咁耐，究竟個比喻想帶出啲乜呢？其實就係想帶出我哋每一個都咁重要咯。而神都想我哋用呢個眼光去睇每一個弟兄姊妹。我諗起我成日都唔見一樣嘢，喺唔見嗰陣，我就會覺得佢真係好重要。應該唔係我哋嘅結婚戒指啩？係退卡針。哦。因為每一次上飛機嘅時候，想攞支針出嚟用，佢換SIM卡就會發覺唔見咗。咁點好呢？就係有SIM卡針套啦。今次嘅SIM卡針套設計為鎖匙型，因為每次你翻屋企都要帶鎖匙開門，而翻到神嘅家，你都要攞鎖匙去打開人哋嘅心門。而另一款設計係一個心形，提醒你每次有人揾你傾偈，你都要打開呢個心。咁好嘅紀念品可以喺邊度領？7月16號晚，全教會家庭聚會，神家裏的人喺2樓大堂，你就會拎到啦。今次家庭聚會嘅主題係神家裏的人，好想重新 call up 大家投入去愛肢體關係。而為咗令大家更加明白聖經點睇神家裏的人，我老崔嘗試代入聖經人物嘅角度去勉勵現代嘅門徒。未來仲會有幾條 AI 製作嘅宣傳片，大家敬請留意。